下，梦想家张宗宪把球给抢走了，直接飞身到后篮筐 ，Showtime！ 台湾喷射机起飞了，再来看一次完全展现他惊人的爆发力了。 51比49，只有2分差距，又飞进来了。台湾喷射机，张宗宪45度角又来了，假的18分进账。哇哦，不能再放了哦！我相信那刚这球也是杨建民这场比赛整场赛事第一次投掉，没错，在前面是完全100%命中率。 但是张宗宪把上半场的手感带过来了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梦想家的球员在外围出手的信心真的非常足够。不过在另外一端，富邦勇士也还以颜色。对，身高呢，在富邦勇士这边会稍微下降一些，换上了本土的令人期待的曾祥军。哇，张宗宪啊，又在外围开火。我决定中场我来访问他好了。在防守松懈的时候，他会突然来一记这个重击哦。哇哦！张宗宪又来秀一波，火力呢都有一点下滑。3分接球就出手 ，for three。那这样就是期盼了对方去做 double team， 转移到外围 ，Jet 的3分球也进。张宗宪等很久了，那内线有一定的吓阻作用哦。 3分线外出手要进了！哇哦！今天能里能外啊！台湾喷射机传的并不理想，重新带出来。张宗宪又来后仰跳好命中，发生失误了。Singletary 带头跑快攻，前场多打少的机会。张宗宪，台湾喷射机起飞了。进攻的这个加速哦。 张宗宪，这是一个休判的机会，选择轻松上篮得分。张宗宪来了，轻松上篮得分。哇哦，这一球要小心了，打得奋不顾身啊 ！Right， 玩一玩的扔给高国豪，怎么这么好玩哦？现在勇士也有人跳出。打点步进去，双方的手纠缠在一起。 球权还在勇士，直接翻身的后仰跳投。人的这个角色去打到 Quincy Davis 这个点，基本上他并没有吃到太大的亏啊。这是喷射机的本色。